成立20檔的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，4月16號在南台灣創新園區舉辦周年慶甲會員大會，邀請3冠學研等代表，做伙見證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推動技術轉型的里程碑。我們集結產官學研的力量，每一場研討，每一次交流，都是產業前進的累積。在南台灣打造一個讓創新被看見，讓產業能落地的科技平台。面對全球 ESG 甲 CBAN 碳邊境調整機制挑戰，聯盟展現20檔的研發實力，依照3大核心方向，引導產業邁向高質化發展。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就是要結合不同的紡織上下游還是各關係企業，大家一起來努力。所以我們一直努力營造着歡喜與融合的一個氣氛。因為大家不只是同行的競爭，而是說我們怎樣子一起可以結合大家最強的一個力量。而且這幾年我們從世界的紛亂更深刻地感受到，我們在這個世界不可以獨善其身。那所以佛光山星雲大師告訴我們要做共生的地球人，所以這個同體與共生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們聯盟這幾年紡織業大家一起在推動永續再生的許多的能源，還是說綠色製造。就是希望能夠把更多善的一些能量能夠帶進我們的社會。南台灣紡織研發聯盟一直都在協助我們的會員朋友，透過合作創新的方式，然後提升我們的產業紡織產業的競爭力，特別是針對全球性的永續環境的對應方面所以永續以及環境的訴求，一直都是我們聯盟會員朋友長期以來不斷的在追求的一個方向。那麼大家都知道，現在 AI 是進步的非常的神速。我們在這1-2年的計劃當中，也注意到這個現象。我們會把 AI 相關的技術引進來，希望能夠透過 AI 能夠提升我們台灣紡織產業的競爭力跟持續的發展。在現場也有規劃會員展示區，以永續再生為核心。其中有公司利用卵殼作為原料，研發製作成棉被甲襪啊，非常的特別。德春呢，主要是分散研磨的技術，那我們把它做成這個粒子呢，就可以抽成呢紡織品要用的一些保溫的棉跟這個紗線的部分。那這些紗線呢，就可以做一些保暖衣、保暖的衣褲以及這個襪子的部分。那因為聯盟的關係，所以我們把它整合出來。我們的例子就請祖陽幫我們抽成了這個短纖棉，那請嘉利會幫我們做成了蛋殼的一個棉被。所以這樣的聯盟的一個創接也創造了一個商機。聯盟也有邀請業界專家專題演講，探討循環經濟再生材料技術，甲在場業界會員好朋友來做分享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